救命啊！基本香港客戶揾到我，想揾到呢個深圳口岸嘅物業，佢同我講最好咧就可以做到步行過關翻到香港嗰種。關鍵係咩啊？價錢一定要夠平啊！100零萬到啊嘅總價，要係70年產權啦，要係精裝修，要係現樓先。咁樓下咧要有呢個商場啊，有地鐵，最好有埋呢個公園，因為佢平時食飽飯，中意落樓啊散步咁樣喎。當時我聽到即係頭都大晒，不過唔緊要啊。咁啊，我又揾得到喎。嚟，大家一齊睇下呢套樓啱啱佢啦。到上到嚟啦，咁呢套單位咧係66方，做到2房2廳1衛嘅。咁一入門口右手邊呢度咧就係平時洗衫嘅地方啦，以及廚房位置。廚房咧係設計成 L 型，並且係大窗嘅。咁呢度咧係民水民電，通埋天然氣嘅。關鍵咩係70年產權，而且仲係精裝修現樓咁樣嘅交付先，所以冇任何一個風險噶啦。呢邊咧就係呢個乾濕分離洗手間啦，旁邊呢度咧就係細蚊仔住嘅地方，整體空間亦都係非常之闊落嘅。嗱，大家可以感受下呢個客廳啊，呢啲開間啊真係正到冇朋友。關鍵嘅係咩啊？露台位同埋呢個主人房都係會望翻咁靚嘅一線海景，咁對面咧就係呢個香港噶啦。嗱，同大家講下呢度可以做到步行過關翻到香港，你使佢揸車，使佢搭車先咩？咁最後啦就嚟到主人房嘅位置，咁預留埋呢個梳妝台，個景觀咧亦都係非常之靚嘅。嗱，大家覺得呢套單位點樣呢？